華燈初上的露天市集裏，空氣中混雜着食物的香氣和人們的歡聲笑語。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，年輕的攤主亞哲正專注地旋轉着手中的竹籤，將一團雪白的糖絲裹成一個蓬鬆的雲朵。他的攤位名為加冕堂的童話閣，在暖黃色的燈泡映照下，顯得格外溫馨。今晚月光特別明亮，像一層薄紗籠罩着整個市集。當亞哲將剛烤好的棉花糖遞給一位顧客時，一股特別濃郁、帶着焦糖香氣的暖風拂面而過。他下意識地抬頭，心臟猛地一跳。不遠處，一個熟悉又模糊的身影靜靜地站在那裏，是他，曉雯，他童年時最好的玩伴，那個搬家後就斷了聯繫的女孩。他的影像在月光下有些透明，彷彿隨時會隨風散去，只有那雙清澈的眼睛，一如記憶中那般。亞哲的思緒瞬間被拉回10年前的那個夏天。同樣是這樣的夜晚，在老家的院子裏，他用自製的工具為曉雯烤棉花糖，兩人笑着追逐，分享着那份甜膩的溫暖。後來他搬走了，只留下模糊的背影和那句以後再一起吃棉花糖的約定。是你嗎，曉雯？亞哲輕聲問道，聲音有些顫抖。那個半透明的身影沒有回答，只是微微歪了歪頭，露出一個懷念的微笑。周圍的喧囂彷彿都靜止了，只剩下棉花糖機的嗡鳴和他加速的心跳。亞哲知道，這或許是某種奇蹟，是棉花糖的香氣和月光的魔力，讓他得以再見這位被遺忘的朋友。他看了一眼手機，屏幕上顯示着時間。他知道，這樣的時刻不會長久。他必須在這短暫的重逢裡，做出一個決定，是沉溺在回憶裡，讓他再次消失在時間的長河中，還是鼓起勇氣，找住這絲微弱的聯繫，去尋找現實中真實的他。他深吸一口氣，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小紙條，迅速寫下了自己的聯絡方式。然後，他朝着那個身影，用力地揮了揮手，將紙條放在了攤位最顯眼的位置。月光下，曉雯的身影漸漸變得透明，最後化作一道微光，消散在空氣中。但亞哲的心中卻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堅定。他不知道未來會怎樣，但他知道今晚他沒有錯過。